大观园中群芳争艳，《红楼梦》里明星变脸。方雅芬、陈颖、华宜清、黄慧，分身有术的众位明星，究竟在红楼戏中塑造过多少角色？而这些角色背后又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故事呢？今天就让我们听他们从头到来。走进名家，欣赏名段，这里是名家名段。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陶海。那么今年呢是粤剧名剧《红楼梦》首演成功50周年。上海粤剧院呢相应的推出了好几台跟红楼有关的演出。那么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了一组您非常熟悉的来自上海粤剧院的著名演员，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在《红楼梦》当中都饰演过很多不同的人物。我们一一来为大家介绍。我们这个排名不分先后啊，首先为您介绍的是我右手边的这第一位黄慧，你好。这个久违了。那么你是不是先跟观众朋友介绍一下你在《红楼梦》当中曾经扮演过哪些人物？我最多演的是贾政，也是最早演的是贾政。然后是那个《风韵大观园》中的那个潘佑安。潘佑安就是思琪的那个表弟，对，这是表弟。还有就是那个。白雪红梅，白雪红梅当中的李纨。哎呀，你看你又演生又演旦，李纨是这个贾宝玉的嫂嫂，还有点故事，这里面还有一点点，还有点故事。我慢慢再说。先介绍一共演过多少人吧？现在还有那个新版《红楼梦》中，我还演过那个长府官。长府官，还有最近要我们这个红楼系列演出的时候，我要演奇官。奇官就蒋玉菡这个角色。蒋玉菡，对，还有在新家会的时候演过贾宝玉，已经6个角色了，哇，真的很厉害。6个。那有没有超过你的呢？接着为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这个副牌花旦陈颖，你好，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你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一共演过多少个就是红楼系列人物？我要算起来要从80年代80年开始，20几年，这个有渊源，有从《红楼梦》角色来说，演过6个角色，也是6个角色。对，最早是那个贾宝玉。贾宝玉，对，我知道你当年的贾宝玉还挺出名的，当时对不对？然后是紫娟，83年我们到日本去演的紫娟，然后是那个薛宝钗第3个人物了，然后是晴雯第4个人物晴雯是粤剧小戏是吧？晴雯补球，对，晴雯补球，晴雯别宝玉，对，都是红楼系列里面的折子戏。还有那个史湘云，就是也是红楼小戏里面的一个，就是黄慧演李纨的这个白雪红梅一折当中，你演的史湘云，那给观众留下很深刻的印象，对不对？穿一个小坎肩儿。还有那个就是我们法国回来排了一个大戏叫《梨香院》，就12灵官的故事。我里面演的是灵官。对。那真是。演了6个角色。那跟这个黄慧打得平手啊。也是演绎过。定力金牌。对，演绎过6个《红楼梦》里的人物。那看看这个接着下来会不会超过你啊？我的左手边的这一位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这个华宜清。华宜清就是大家很熟悉你的林黛玉的这个形象啊。你一共演过几个红楼人物？我比他们少多了，我演了3个，3个一个是林黛玉，还有一个是元妃，还有一个嘛就是副台的叫刘二姐。有剧组也叫我演这个薛宝钗，也很多这种角色，我觉得我不是特别合适，我觉得不敢接的，我胆子比他们小了。你说他们胆子比你大？其实比他们胆子大的人就坐在你的旁边，就是他敢演了，他对，我们都知道，对不对？许德明，方大胆，方大胆，其实就是方雅芬。方雅芬在这个粤剧界有一一个名号，就叫方大胆，就没有他不敢演的。对，所以在也有不敢演的时候啊。你什么时候不敢演？胆子小的时候，胆子小的时候。一般那时候我演他演林黛玉，我演贾宝玉，演的在。演到后来就自己在旁边哭。但是方雅芬呢，还得给大家呢，你数一数，你一共演过多少红楼系列人物？刚刚谁？他们6个对吧？啊，对，他们是6个，并列第一啊，他们现在是。我好像那个，我6个肯定是大家都知道的，绝对有，很多人都知道了。那个贾宝玉、林黛玉、王熙凤、
地官、子集、庙宇，这都能够摆得上桌面的东西。6个呢，有没有第7个呢？你有第7个？那时候好像比他们多1个。去，也是白雪红梅啊。白雪红梅。她演宝钗，后来我演那个史湘云。哦，一开始你演的是史湘云，后来你演薛宝钗去了，然后你演了史湘云，7个。我们拿金牌属于他们了啊！不行啊，我还漏了一个。你还漏了一个谁啊？我在那个也是那个红楼戏的小戏，折子戏，折子戏还演三姐折扇。哦，柳湘莲，你演过柳湘莲，对，也是7个，也是7个。这么一点戏也算啊！我在美国的时候，那个赵子刚，我跟赵子刚前面演葬花，完了以后他是那个别林，我一反就反了个紫娟，把赵子刚一愣，他还以为是真的是张咏梅出来。哦，总而言之啊，大家在这个《红楼梦》当中，以及红楼的这个精品折子戏当中，都演绎了很多很多的红楼人物。应该说，作为一批上海越剧院的这个越剧演员来说，就注定了跟《红楼梦》这个题材、这个剧目都会结下这个不解之缘啊。对，是因为那个《红楼梦》它本身是一个传世之作，也是一个经典的名著，也是我们越剧院的精品保留之一。所以说，不仅仅说我们越剧院的红楼团的，我觉得在全国各个剧种，很多人都觉得演红楼戏是一大荣幸。是的，哪怕不是这个贾宝玉和林黛玉，就能够演绎《红楼梦》当中的人物，其实已经是很荣幸。你想想，当时时候让我演贾宝玉的时候，我觉得这个贾宝玉这个人物实在是太可爱。如果一个演员能够在他的演艺生涯当中，能够塑造一个演一次那种自己喜欢的，或者是认为自己是很可爱的，别人演的时候自己看的觉得这个人物很可爱的那么一个人物啊，实际上是一种荣幸。是。尽管说自己在排练的时候也吃了很多的苦，也流了很多的泪。可不可以说贾宝玉就是你最喜欢的一个红楼人物？那也不能这么说，至少就是说，是我最辛苦的一个人物。但是呢，也是最开心的。怎么说呢？这个辛苦和开心有没有这个具体的小例子？因为你想想看，我一个花旦，从没有接触过这个人物，到要去演绎，而且在同时排练几个版本的情况下，对。今天上午在排王熙凤，下午在排贾宝玉，到后来自己不知道，他们问我，你今天是演王熙凤还是演贾宝玉？不知道。我说我好像是演贾宝玉，完了以后演串起来的会，串起来就自己也会觉得没信心嘛，就在拿一个凳子在旁边哭，还真抹眼泪啊！真的哭，谁见过在流眼泪？谁看见过这个方大胆流眼泪的？他们都看到的，很难得，对，因为那边特别好旁边林妹没说话了，你的林妹没说话了，这个哭完了以后，那已经定下来，这个还得演嘛，那还得要上，那你说最开心的是什么？你想想看，我演的角色，尽管我没有演多少，我们一共演了多少场子？6场还8场？好像是6场吧，6场。但是我那6场的贾宝玉都是在大剧院演的，是的，一般小地方我们都不去演。真的，我们说挺喜欢贾宝玉啊。就有时候想，他们说，哎呦，演多少之后，说你们有什么戏气啊？我的贾宝玉都是大剧院的贾宝玉，对，含金量很高。对呀。那我们今天是不是这个一上来，首先来放一段就是你的贾宝玉的这个片段，好不好？他们说我像混世魔。李生气。好不好？
听过听城的猫有心将你起，好，明早娘我就在这寺子里，娘拉头我把我坑切掉。那当真你从此关于太子两回，那英英放弃黄昏蕊，那红娘单纯着帮我。老夫心啊，为你母亲的民族永远的，我以为你当自卑，原来是做你娘拉枪对，是就。《红楼梦》里明星变脸，方雅芬、陈颖、华仪清、黄慧，分身有术的众位明星，究竟在红楼戏中塑造过多少角色？
而这些角色背后又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故事呢？今天就让我们听他们从头到来。作为一个演员，这样的这个挑战自己，真的是精神可嘉。那实际上说呢，也是那时候我看那个陈颖那个大眼睛的贾宝玉的时候，觉得蛮可爱的。我就在想哪天我有那个机会，我也上一下哦。他给你这个机会了，今天透露啊，若干年以后，他挑战贾宝玉，其中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曾经看过陈颖的大眼睛。我跟他对过戏的呀。对。我是小眼睛的林黛玉，他是大眼睛贾宝玉。在法国马路上面，啪过去全是那个。那时候真是没看过你们俩合作的。那时候华一清，他是我们比我们长一辈的，他属于师姐类的。那时候他跳大一点也不叫长一辈，对不对？按照那个我们他们大一辈，但是我们不说长辈，就是师姐类的吧。那时候他们出道比我们早，我们那时候还在戏曲行，我们已经毕业了吧？我们到法国去的时候是等于是我们6个人冲进他们。充实进去，拍了《红楼梦》。那时候我婴儿肥，而且我觉得你很胖的那个时候。华一清那时候很瘦的，70几斤还80几斤。我们老师说他小娃，你不行啊，高楼下面追过去会被风一吹。这真是林黛玉。对，那时候他的形象特别适合那个林黛玉。那么我们就把话题呢转到这个华一清的身上啊。这个我想问一问华一清。从我们一个观众的这个角度来猜想的话，可能对你来说最为重要的这个红楼人物可能是林黛玉，对不对？对，这是80年代应该说啊，我基本上就是演这个林黛玉的角色。而且你80年代演这个《红楼梦》的时候，在上海是有相当大的影响力的，当时。就是，那时候《红楼梦》也是蛮红的嘛，本来就是大家看戏曲的人也特别的多。是这版《红楼梦》也在上海的粤剧观众当中影响非常的大。对。其实我们在做这个系列节目的时候，我们还采访到了钱惠丽。钱惠丽特别谈到说，她当年诸暨越剧团来上海演《红楼梦》的时候，还特别来观摩了你们那版上海越剧院的小红楼，当时也是看得如痴如醉啊！他也特别羡慕，因为我们越剧院就是有很强的这个艺术这个阵容，有编导、音演，都是最好的老师大师级的，对吧？有什么傅真霞做好音乐的，吴春导演，吴越剧界的大导演，都是真的是很好。我们开出来的每场开出来的这个布景。都要拍手，对，这个我也听说。特别在国外，真的。其实不单单我们演员呐，演员我们那时候我们都很年轻的，其实不大懂，其实艺术质量也是不会像现在我们这个年龄这样成熟。但是给了我们真的很多的鼓励。我们为什么这一轮剧到现在就是说艺术上面会越来越提高？我觉得那个时候打下的基础，吴春老师，就是吴春导演在，吴春导演真的他真的帮我们真的付出很多的心。然后袁老师也是，还有刘雪老师。我们那时候到法国去演刘雪老师，我们每演完一场戏，每天都要跟我们说戏的。你这里今天进步了，你这里今天还不够，我们都觉得很牢，真的是。所以说，我说到这个，我就说到我的假证，我真的非常感激袁老师和刘雪老师。他们每次看完都会跟我说。王薇啊，侬今天进步了，这个地方对的。我们演那个林黛玉的时候，我们老师跟华一清，我们2个人演的一组，有时候他演上半场，有时候我演下半场，有时候我演下半场，他演上半场，有时候他演一场，因为他是我们那时候觉得，哎呀，他林黛玉怎么那么美啊？那个时候是华一清姐姐，华一清姐姐，华一清姐姐那时候我们都是婴儿肥的，那时候他蛮刚要毕业，还没毕业吧？很壮的，因为一直练功的嘛，很结实。是，所以说我们老师，我们老师就说，对我的评价是什么呢？亚芬。你很单纯，很单纯，就在舞台上面那个林黛玉的个性啊，就那个以前上半场的那种单纯比较符合的，但是你的演出的功力，就是那种对林黛玉那个深入的刻画方面呢，还是不够。你要像小娃月姐。你要像小娃月姐，但是小娃要像我月姐什么呢？我很单纯，因为她已经演得太多了。
场下来啊，老师都会有一个对我们都有说的，评价，今天演的怎么样？怎么样？因为贾宝玉跟林黛玉几次情感的交流，它都是一种很纯情的东西，而不是说就两小无猜的那种感觉，特别的。真的是，就说的我今天都特别想看一看当时你们各上下半场的这个林黛玉。不过后来我们得说到这个华一清啊，就是后来我们可能看的更多的是你演元妃了。对不对？对，从几年开始？后来妹妹长大了啊，对，妹妹长成元春姐姐，对，也是比较合适我演的元妃，因为这个气质啊，这种人物的感觉，我还是把握起来还是蛮容易的。我觉得我本身就是这样吧，应该。大气啊，比较雍容华贵这个。
各位观众朋友们，那么今天呢，我们请到的这4位越剧演员呢，都是非常著名的越剧演员，而且呢，在红楼一系列的这个剧目当中呢，扮演了很多的红楼人物啊。刚才谈到了这个华一清的元妃，现在我们是不是聊聊黄慧吧？这个啊，对，聊你。我今天发现了一点啊，你看啊，这个他们3个都是花旦演员，对啊。可是呢，我注意了，都没戴耳环。对，都没戴耳环，只有你这个小生演员，然后这个戴了耳环。我觉得在台上戴太美了，你知道吗？太美了，比较漂亮。那个戴耳环，今天有时候我们会要配合那个服装要换颜色，换，经常会把耳洞会发炎。真的。他在台上根本就没机会，你知道吗？所以一上节目特别漂亮。所以说要展现。听说红楼梦贾政，我老是一个胡子戴着。贾政也很美的呀。这个贾政的形象也是越剧老生当中非常美的一个形象。但是皇妃她平时当女人，我感觉到了啊。对，人家说他家里也很能干，平时也很能干。我觉得他就很像李纨，他真的李纨吗？很像贤惠的大嫂的那种感觉，脸都像男人的那种感觉。你先别说李纨，我们先说说，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个黄慧是一名小生演员，可是你在《红楼梦》当中，你看你又演唱这个徐天虹的徐派。对不对？也演贾政，这是一个老生的戏。然后呢，你又演李纨，李纨应该说是花旦的戏吧，对不对？是啊。那么这是怎么会促成这种合作的呢？小的时候也挺喜欢臭美的，他这唱原配，很想唱花旦。你原来是唱花旦的？我原来没有唱花旦。我进戏校的时候，那个老师也跟我说，哎，你可以唱花旦。我说唱什么派？唱京派、原派都可以。我是喜欢，但是我长得人高马大的，我叫我怎么演花旦？那个时候还比较胖哈，又胖又高，那时候也是婴儿肥，对，绝不合适，所以我放弃了，还是学小生。学小生，但学小生的时候，我们戏校的时候，那个时候小生又特别多，老生又特别少，包括演《红楼梦》贾政的时候，也是刘觉老师来给我做思想工作的。我不想演，我不要演，他要演小生嘛，想演老生，扮小生扮成小时候他觉得很英俊，很英俊，很潇洒那种感觉。我不喜欢，我说我不喜欢，我不想演贾政。然后他跟我说，法国去你去。了解的。然后刘老师讲的最关键的一句话是说，哎，你又能演老生，又能演小生，不是更好吗？是。包括袁老师也是这么跟我说，包括吴兆峰老师也跟我这么说过这句话。然后我说，我以后还能唱小生吗？当然可以，为什么不可以？然后就接受了贾政这个角色。然后徐天虹老师也特别关心我，真的是手把手的教我，一句一句唱的教我。有的时候半夜里面12点钟还打电话过来。黄慧啊，侬去到礼堂理过了吗？我把它唱给我听。我理过了，我理过了。那么侬现在唱给我听听。我说老师，阿拉一家屋里向人侪困觉嘞。那么我唱给侬听，你唱给我听。然后我在电话里面听他唱《孽子》，唱完正在跳少年大白。老师真的是。你看，你一开始从还不乐意演贾政，对，然后到现在是各个版本当中当仁不让的贾政，对，最优秀的贾政，谢谢，真的是演得好，没人演得过，对。天哪，相夫相妇，此理专营正所，富贵功名自见，请他俩你这个不忠不孝的孽子。你不能光看胸你不能为下落高分，像那娘的戏子去奔。今日见面
母亲的房子母女子，人生情愿起途。我特别要感谢领导，就是给予在新版《红楼梦》演出的时候，就是说请了董科弟来演贾政。是。那个时候我演的长府官，对。我觉得我从长府官的角度再去看贾政的表演的话，我从那个时候我看贾政，我长府官来，然后你什么反应？我看了董科弟的表演，真的给我很大的帮助。有的时候真的是从那个角度来理解这个人物的话，我就看得很清楚。对。啊，然后我演的时候，我会把我的理解再深入到角色里面，所以会越来越的提高，真的是，非常好。但是还得问你一个问题，那后来怎么会去演李纨呢？说到李纨，你们不要笑啊！这又是一个好笑的故事。不是，说他还唱的原派哦。对，谢谢方老师。谢谢方老师。方老师指导。我说了唱的原派，虽然我不敢去请严老师帮我指点。那方大胆，我走的比较近，因为我们是同学嘛，有的时候对吧？开始我也不敢演，我根本不敢演，我怎么可能？你胆子是够小的，两个角色都开始。他排练的时候我们要笑他的，他做女人的动作我们要。不是很可怜的一点就是说，开始的时候不演的时候，吴兆峰老师跟我说，是吴兆峰老师的剧本，对，吴兆峰老师的剧本，然后也是他推荐我演这个角色。哦，是编剧亲自推荐你演李纨，因为他特别欣赏我的领唱。因为以前我们青年团的时候，都基本上领唱都是我领唱的，他特别喜欢我那个梦里君当中的那最后一段领唱，水灵灵的什么什么什么这句唱，他特别喜欢，他特别喜欢，所以说黄慧你演李纨吧，他说里面的唱腔也是原派的，很好听，那个词又很美，你演吧，你也像大姐一样那种感觉，我说我行吧，他说试试看咯，那我们台长领导也跟我说试试看吧，实在不行我们再想办法，那我就试，那就上去试了，试了怎么样？鼓了兰花指，鼓不了脚，都没有小声动作出来了，哎呀，真痛苦。他排这个戏的时候，你们都应该在旁边吧？对，笑。有没有什么小笑话？有他们怕影响我的情绪，又不敢笑，又不笑又不行，他们走出去了，干脆不看了，不看我排了。但是黄慧他有顾虑，但是我觉得他行。你说他不自信吧？他实际上他在台上对自己很有自己主见的。他觉得我这个角色应该这么演，应该那么演。尽管说，哎呦，我怕。但实际上他不怕的，他做出来是不怕的，做出来是不怕的。平时说怕，真上了台就一点不怕。我呢说是不怕，实际上心里是怕的。天天都说心里话。好，那接着下来我们就来欣赏一下这个由黄慧出演这个旦角李纨的这个《白雪红梅》，好不好？我们当中还可以看到你的史湘云啊。希望大家能够都包含我的李纨。保佑代表乡里，保护保地，完成这个名声。由于李纨离境，姑娘们尽快我选的地方怎么样？好，上花选的地方真好，保护故乡的地方里最好地方，一定经过金龙关，太仓促将乱将军。
官园中群芳争艳，《红楼梦》里明星变脸。方雅芬、陈颖、华宜清、黄慧，分身有术的众位明星，究竟在红楼戏中塑造过多少角色？而这些角色背后又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故事呢？今天就让我们听他们从头到来。好，接着我们把话题这个引向陈颖这个陈颖在《红楼梦》当中演过很多人物，我还要向你求证一点，我看了这个华宜清他们当时拍的2集的这个电视连续剧《红楼梦》当中有一个晴雯，我看看像你，看看像你，但是不敢确认到底是不是你那个时候。因为只有一个镜头，对，就一个镜头，所以就不敢认对。哎呀，太可惜了，就是我呀，就是你。那我又有话题了。我觉得陈颖真的是，你实在是驻颜有术。很多观众都写信给我们问陈颖什么呢？不问你个演戏方面的一些，就不是问他多大，是问这个陈颖有什么保护皮肤的秘诀为什么到现在为止，在这个荧幕上还是显得这么的年轻对，我们也挺羡慕他的。我们这一班的，真的陈颖算是最年轻。没有，你们都是美女，什么大家都是美女。我们家一直说，我说陈颖你到80岁也是这个样子，真的是80都这个样子，头发白一点，对吧？其实并没有什么保养，就是心态比较好。心态比较好。还有一个他会睡。会吃，会吃，特别保养。我跟你讲他只要陈颖来，只要说这个东西是有营养的，他就吃。不管怎么的，再难吃的东西他都会吃。对，我们觉得这个东西，哎呦，再有营养怕，不是，他只要说是营养的，他都吃。我们现在知道，如果墙壁上拿下来一块石灰，我们说可以，这个营养很好，他也会吃。这营养就是对身体好，对身体有利的。还是有道理。还有会睡，他会睡到特别好。人家说我是婴儿睡眠。我一定要睡到我自己就是自然醒，感觉很舒服了才能起来。我们还是要来聊一聊这个陈颖的这个红楼人物这个扮演的这个红楼人物，在所有你演过的这么多的红楼人物当中，你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当然贾宝玉，还是贾宝玉。对呀，他说的演的最多，你想80年代场那个，对呀，那个时候我们都到乡下去演，一演就是几个月，没有演每天，有时候日夜2场，就是这样。对。后来就是我把身体搞坏。真的吗？对呀，因为我人那个时候正好在发育，很瘦。贾宝玉嘛要撑起来一点，小生嘛那个时候，我没办法，只能穿那种棉袄，小的胖袄，那就后来就是生了那个甲亢嘛，所以人就很瘦，所以后来领导叫我就是改花旦了，因为人太瘦了，不像那个小生了，所以就83年到日本去就演紫娟了。当时我他上半场的贾宝玉真的是挺像的，下半场有点小了，下半场呢就像娃娃生，对娃娃生，半斤八两，对，因为他脸长得比较圆嘛，感觉好像他出来真的是可爱，特别是那个一出来，我就印象就是拿的那个佛珠出来就一亮相，那个眼睛2个眼睛这样。我们有时候开玩笑在排练的时候就说他一亮相，我们说。干嘛？眼睛亮。对，刚才是这个陈颖非常美好的回忆那后来你就是有2个人物也演得非常多，一个是薛宝钗，对，我基本上现在都是演薛宝钗，在几个版本当中你都是演这个薛宝钗，对不对？那还有一个人物也是就是晴雯。其实你演的也挺多的，在这个越剧小戏当中，对，小戏当中也有2本，一个是晴雯补求，晴雯补求，晴雯别宝玉，晴雯别宝玉。因为晴雯补求当时的时候是红楼之声那个搞得有点就是一个人的最早版的，对。那后来觉得有点单调了一点，那后来再搞了一版，就是舞台郑国凤的那个别晴雯，宝玉是浓一点，有点折子戏的感觉。那有很多观众都觉得陈颖的形象特别适合演这个风流乖巧的这个晴雯，你自己感觉呢？
其实应该晴雯比较像林黛玉啊，其实我这个脸好像丰满了一点。她有点像林黛玉，但是她比林黛玉的还要稍微的这个，就是啊，对，就是说这个性格更加刚强一点，刚烈一点。对，我觉得，所以说演员就是塑造人物，脸像不像这形象有点关系，但是没有特别大的那个可以。主要是因为在舞台上面还是要讲究一个人物的感觉。是。哦，今朝
生平，你没生情，应三生，好情若年相爱似交聚。今晨你牵牵自家做纪念啊，不妨他当年救心也不去，这红所以说现在印象很深刻的是陈颖还有过什么上半场演一个角色，下半场演另外一个角色。上半场演那个宝玉哦，下半场演那个紫娟。到香港印象也很深啊，对，印象也特别深。那戏很重啊，上半场宝玉也很重，下半场紫娟也很重。那个时候年纪轻嘛，也好像没觉得这种感觉。对，但是因为紫娟可能对你来说也是《红楼梦》当中我也挺喜欢的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就我还看到过一段是你和这个徐玉兰老师在徐玉兰艺术集锦当中，对吧？你跟徐玉兰老师配演了一段这个宝玉哭灵当中的这个。当时我有点害怕的。为什么呢？因为跟老师配戏，舞台上还是没有过的。但是徐老师因为从小教我贾宝玉的嘛，对。那我们感情还是比较好的。所以我觉得，能够跟徐老师搭戏，我觉得也是我的荣幸。是。当时我记得还是个音配像，对，还是孟丽英老师唱的，对这个声音。那么想起来，这个《红楼梦》啊，这部戏能够成功啊，除了徐玉兰老师、王文娟老师他们塑造的贾宝玉和林黛玉的形象深入人心之外，其实包括这个金彩凤老师、吕瑞英老师他们演绎的这个王熙凤啊、薛宝钗啊，还有包括孟丽英老师的这个紫娟啊，其实还有这周柏奎老师的这个贾母、贾政、许天红老师的这个贾政，其实都给我们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我就觉得就是《红楼梦》有一批。这个老艺术家，他们把人物演的都很。所以说我们现在演出《红楼梦》的时候，也就是说要讲究一个整体的，而不是说单个的。所以要越剧有那么多的演员，就说要把最好的演员集中在一起。是。有时候推上到外面去演出啊，有重大的演出活动的时候，因为我在红楼团。我现在艺团，有时候他们有重大演出的时候，还让我过去演王熙凤。是。所以说我们要越剧院就特别注重是红花绿叶都要上场。大家都不是说一定是你演什么我不演什么，大家因为是一个经典的东西，你必须要有大家齐心的，要有一个重点的东西。对，也可以说就是说越剧院对待这个《红楼梦》这个经典剧目也是格外的珍视，所以每一次只要有《红楼梦》的演出，都是以最佳阵容
推出，对不对？啊，有《红楼梦》这个剧目也是因为有了几代艺术家的共同努力，所以是越演越经典，越演越能发扬光大。是。今天的这个名家名段可以说是蓬荜生辉啊，这个也是陶海主持名家名段以来最热闹的一次。看来这真是名剧的魅力，《红楼梦》的魅力。那么从本月14号到21号的上海越剧院将推出一系列红楼演出。那么希望呢，这个感兴趣的观众朋友们一定要关注我们的演出时间，到时候呢到剧场里来观看各位的精彩演出。那么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们一起跟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说上一声再见，好吗？观众朋友们，再会。李生气。好不好？我以为你汉子
官园中群芳争艳，《红楼梦》里明星变脸。方雅芬、陈颖、华宜清、黄慧，分身有术的众位明星，究竟在红楼戏中塑造过多少角色？而这些角色背后又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故事呢？今天就让我们听他们从头到来。走进名家，欣赏名段，这里是名家名段。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陶海。那么今年呢是粤剧名剧《红楼梦》首演成功50周年。上海粤剧院呢相应的推出了好几台跟红楼有关的演出。那么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了一组您非常熟悉的来自上海粤剧院的著名演员，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在《红楼梦》当中都饰演过很多不同的人物。我们一一来为大家介绍。我们这个排名不分先后啊，首先为您介绍的是我右手边的是第一位黄慧，你好。这个久违了。那么你是不是先跟观众朋友介绍一下你在《红楼梦》当中曾经扮演过哪些人物？我最多演的是贾政，也是最早演的是贾政。然后是那个《风韵大观园》中的那个潘佑安。潘佑安就是思琪的那个表弟，对，这是表弟。还有就是那个。白雪红梅当中的李纨。哎呀，你看你又演生又演旦，李纨是这个贾宝玉的嫂嫂，还有一点故事，这里面还有一点故事，还有点故事，我慢慢再说。先介绍一共演过多少人吧现在还有那个新版《红楼梦》中，我还演过那个长府官。长府官，还有最近要我们这个红楼系列演出的时候，我要演奇官。奇官就是蒋玉菡这个角色。蒋玉菡，对，还有演过，在新家会的时候演过贾宝玉，已经6个角色了，哇，真的很厉害。6个。那有没有超过你的呢？接着为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这个副牌花旦陈颖，你好，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你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一共演过多少个就是红楼系列人物？我要算起来要从80年代80年开始，20几年，这个有渊源，有从《红楼梦》角色来说，演过6个角色，也是6个角色。对，最早是那个贾宝玉。贾宝玉，对，我知道你当年的贾宝玉还挺出名的，当时对不对？然后是紫娟，83年我们到日本去演的紫娟，然后是那个薛宝钗第3个人物，然后是晴雯第4个人物晴雯是粤剧小戏是吧？晴雯补球，对，晴雯补球，晴雯别宝玉，对，都是红楼系列里面的折子戏。还有那个史湘云，就是也是红楼小戏里面的一个，就是黄慧演李纨的这个白雪红梅一折当中，你演的史湘云，那给观众留下很深刻的印象，对不对？穿一个小坎肩。还有那个就是我们法国回来排了一个大戏叫《梨香院》，就是12灵官的故事。我里面演的是灵官。对。那真是。演了6个角色。那跟这个黄慧打个平手啊。也是演绎过。尽力金牌。对，演绎过6个《红楼梦》里的人物。那看看这个接着下来会不会超过你啊？那我的左手边的这一位呢，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这个华宜清。华宜清就是大家很熟悉你的林黛玉的这个形象啊。你一共演过几个红楼人物？我比他们少多了，我演了3个，3个一个是林黛玉，还有一个是元妃，还有一个嘛就是朱福台的叫刘二姐。有剧组也叫我演这个薛宝钗也很多这种角色，我觉得我不是特别合适，我觉得不敢接的，我胆子比他们小了。你说他们胆子比你大？其实比他们胆子大的人就坐在你的旁边，就是他敢演他对，我们都知道，对不对？许个名，方大胆，方大胆，其实就是方雅芬。方雅芬在这个粤剧界有一个名号，就叫方大胆，就没有他不敢演的。对，所以在也有不敢演的时候啊。你什么时候不敢演？老是大师级的，对吧？有什么顾真霞，做好音乐的吴春导演，吴美粤剧界的大导演，都是真的是很好。我们开出来的每场开出来的这个布景。
出来都要拍手。对，这个我也听说，特别在国外。对，真的。其实不单单我们演员呐，演员我们那时候我们都很年轻的，其实不大懂，其实艺术质量也是不会像现在我们这个年龄这样成熟，但是给了我们真的很多的鼓励。我们为什么这一轮剧到现在就是说艺术上面会越来越提高？我觉得那个时候打下的基础，就吴声老师，就吴声导演在，吴声导演真的他真的帮我们真的付出很多的心血，然后袁老师也是，还有刘雪老师，我们那时候到法国去演出的刘雪老师，我们每演完一场戏，每天都要跟我们说戏的，你这里今天进步了，你这里今天还不够，我们都记得很牢，真的是。所以说，我说到这个，我就说到我的假证，我真的非常非常感激袁老师和刘雪老师，他们每次看完都会跟我说，王薇啊，侬今天进步了，这个地方对的。我们演那个林黛玉的时候，我们老师跟华一清，我们两个人演的一组，有时候他演上半场，有时候我演下半场，有时候我演下半场，他演上半场，有时候他演一场，因为他是我们那时候觉得，哎呀，他林黛玉怎么那么美啊？那个时候是华一清姐姐，华一清姐姐，华一清姐姐啊，她是姐姐，那时候我们都是婴儿肥的，那时候干嘛？刚刚要毕业啊，还没毕业吧？还是很壮的，因为一直练功的嘛，很结实。是，所以说我们老师。我们老师就说，对我的评价是什么呢？亚芬，你很单纯，很单纯，在舞台上面那个林黛玉的个性啊，就那个以前上半场的那种单纯比较符合的，但是你的演出的功力，就是那种对林黛玉那个深入的刻画方面呢，还是不够。那要像小娃月姐。你要像小娃月姐，但是小娃要像我月姐什么呢？我很单纯，因为她已经演的太多了。所以那时候我们每一场下来啊，老师都会有一个对我们都有说的，你今天演的怎么样？怎么样？因为贾宝玉跟林黛玉几次情感的交流，它都是一种很纯情的东西，而不是说就两小无猜的那种感觉，特别的。真的，就说的我今天都特别想看一看当时你们各上下半场的这个林黛玉。不过后来我们得说到这个华一清啊，就是后来我们可能看的更多的是你演元妃了。对不对？对，从几年开始？后来妹妹长大了啊，对，妹妹长成元春姐姐，对，也是比较合适我演的元妃，因为这个气质啊，这种人物的感觉，我还是把握起来还是蛮容易的。我觉得我本身就是这样吧，应该。真的大气啊，比较雍容华贵。那时候胆子小的时候，一般那时候我他演林黛玉，我演贾宝玉，演的在演到后来就自己在旁边哭。但是方亚芬呢，还得给大家呢也数一数，你一共演过多少红楼系列人物？刚刚谁？他们6个对吧？啊，对，他们是6个，并列第一啊，他们现在是。我好像那个，我6个肯定是大家都知道的，绝对有，很多人都知道了。那个贾宝玉、林黛玉、王熙凤、地官、司棋、妙玉，这都能够摆得上桌面的东西。6个呢，有没有第7个呢？你有第7个？那时候好像比他们多1个。去也是
白雪红梅啊，白雪红梅，她演宝钗，后来我演那个史湘云。哦，一开始你演的是史湘云，后来你演薛宝钗去了，然后你演了史湘云，7个。我们拿金牌属于他们了啊！不行啊，我还漏了一个。你还漏了一个谁啊？我在那个也是那个红楼戏的小戏，折子戏，折子戏还演三姐折扇。哦，柳湘莲，你演过柳湘莲啊？对，也是7个，也是7个。这么一点戏也算啊！我在美国的时候，那个赵子刚，我跟赵子刚前面演葬花，完了以后他是那个别林，我一反就反了个紫娟，把赵子刚一愣，他还以为是真的是张咏梅出来。哦，总而言之啊，大家在这个《红楼梦》当中，以及红楼的这个精品折子戏当中，都演绎了很多很多的红楼人物。应该说，作为一批上海越剧院的这个越剧演员来说，就注定了跟《红楼梦》这个题材、这个剧目都会结下这个不解之缘啊。对，是因为那个《红楼梦》它本身是一个传世之作，也是一个经典的名著，也是我们越剧院的精品保留之一。所以说，不仅仅说我们越剧院的红楼团的，我觉得在全国各个剧种，很多人都觉得演红楼戏是一大荣幸。是的，哪怕不是这个贾宝玉和林黛玉，就能够演绎《红楼梦》当中的人物，其实已经是很荣幸。你想想，当时时候让我演贾宝玉的时候，我觉得这个贾宝玉这个人物是实在是太可爱。如果一个演员能够在他的演艺生涯当中，能够塑造一个演一次那种自己喜欢的，或者是认为自己是很可爱的，别人演的时候自己看的觉得这个人物很可爱的那么一个人物啊，实际上是一种荣幸。是。尽管说自己在排练的时候也吃了很多的苦，也流了很多的泪。可不可以说贾宝玉就是你最喜欢的一个红楼人物？那也不能这么说，至少就是说，是我最辛苦的一个人物。但是呢，也是最开心的。怎么说呢？这个辛苦和开心有没有这个具体的小例子？因为你想想看，我一个花旦，从没有接触过这个人物，到要去演绎，而且在同时排练几个版本的情况下，对。今天上午在排王熙凤，下午在排贾宝玉，到后来自己不知道，他们问我，你今天是演王熙凤还是演贾宝玉？不知道。我说我好像是演贾宝玉，完了以后演串起来的会，串起来就自己也会觉得没信心嘛，就在拿一个凳子在旁边哭，还真抹眼泪啊！真的哭，谁见过在流眼泪？谁看见过这个方大胆流眼泪的？他们都看到的，很难得的，真的就是那边特别好这旁边林妹没说话了，你的林妹没说话了，这个哭完了以后，那已经定下来，这个还得演嘛，那还得要上，那你说最开心的是什么？你想想看，我演的角色，尽管我没有演多少，我们一共演了多少场？演了6场还8场？好像是6场吧。6场，但是我那6场的贾宝玉都是在大剧院演的，是的，一般小地方我们都不去演。真的，我们都挺喜欢贾宝玉啊。就有时候想，他们说，演多少之后，说你们有什么戏气啊？我的贾宝玉都是大剧院的贾宝玉，对，含金量很高。对呀。那我们今天是不是这个一上来，首先来放一段就是你的贾宝玉的这个片段好不好？他们说我像混世母。那一个
红楼梦》里明星变脸，方雅芬、陈颖、华宜清、黄慧，分身有术的众位明星，究竟在红楼戏中塑造过多少角色？而这些角色背后又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故事呢？今天就让我们听他们从头到来。作为一个演员，这样的这个挑战自己，真的是精神可嘉。那实际说呢，也是那时候我看那个陈颖那个大眼睛的贾宝玉的时候，觉得蛮可爱的。我就在想哪天我有那个机会，我也上一下哦。他给你这个机会了，今天透露啊，若干年以后，他挑战贾宝玉，其中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曾经看过陈颖的大眼睛。我跟他对过戏的呀。对。我是小眼睛的林黛玉，他是大眼睛贾宝玉。在法国马路上面，啪过去全是那个。那时候真是没看过你们俩合作的。那时候华宜清，她是我们比我们长一辈的，她属于师姐类的。那时候她大一点也不叫长一辈，对不对？按照那个，我们比他们大一辈，但是我们不说长一辈，就是师姐类的嘛。那时候他们出道比我们早，我们那时候还在戏校。我们已经毕业了吧？我们到法国去的时候是等于是我们6个人冲进他们。充实进去，拍了《红楼梦》。那时候我婴儿肥，而且我觉得你很胖的那个时候。华宜清那时候很瘦的，70几斤还80几斤。我们老师说他小娃，你不行啊，高楼下面追过去会被风给吹。那真是林黛玉。对，那时候她的形象特别适合那个林黛玉。那么我们就把话题呢转到这个华宜清的身上啊。这个我想问一问华宜清。从我们一个观众的这个角度来猜想的话，可能对你来说最为重要的这个红楼人物可能是林黛玉，对不对？对，这是80年代应该说啊，我基本上就是演这个林黛玉的角色。而且你80年代演这个《红楼梦》的时候，在上海是有相当大的影响力的，当时。就是，那时候《红楼梦》也是蛮红的嘛，本来就是大家看戏曲的人也特别的多。是这版《红楼梦》也在上海的粤剧观众当中影响非常的大。对。其实我们在做这个系列节目的时候，我们还采访到了钱惠丽。钱惠丽特别谈到说，她当年诸暨越剧团来上海演《红楼梦》的时候，还特别来观摩了你们那版上海越剧院的小红楼，当时也是看得如痴如醉啊！他也特别羡慕，因为我们越剧院就是有很强的这个艺术这个阵容，有编导、演员，都是最好的老师。